經過長達有史以來最長嘅寒假，竟俾所有嘅國中國小學生都正式開學。到8月在期間，本大塊體的南台灣站新義鄉新木出的新木，還有龍華兩間國小學生呢，呢下學期開始又多了一項新嘅挑戰，佢哋開始用攝像機來記錄所有嘅生活。用全新嘅節目唔但將本學生取到當歡喜，還表示講今年佢哋需要用人像來展示畢業嘅成果。香港最長嘅寒假站表態，我新木國小嘅學生啊，大家都拿出精神參加開學典禮，良新嘅課本開始全新嘅課程。不過一下課，有眼睛嘅學生啊，是訂唔出那年入人機而簽來翕。你好不好？很好。除咗自家嘅同學嘅翕，其他嘅學弟妹嘅發圖就係翕，有群有眼睛嘅學生啊，啲學校嘅大家會所都嚟簽珍貴嘅鏡頭，希望做得留下最好嘅回憶。希望畢業典禮時候可以把我們這個放到熒幕上，讓我們大家一起看。他未來也想要從事記者這方面的工作？不會，不想，因為很累，記者很重，不是記者，那個很重，這個很重。新木國小嘅校長講，因為新木國小嘅學期都係啲危險嘅氣氛，所以大家都唔啲難辦為樣辦。喺客家電視台嘅技術合作下，唔但將本學生啊遇到以前學習嘅機會，還做得為地方留下珍貴嘅歷史畫面。或許未來的發展，也許可能也都會轉學等等，我們都不知道哈。但是如果說能夠在這階段時間裡面，我們能夠有心理準備，先預做一些影像，我想曾經在這個時間、地點、這個時空裡面就有共同的回憶。很感謝客家電視台給我們學校有這樣的機會，讓小朋友有機會來操作。我想學生是幸福的，謝謝你們。佢仲拿到入人機嘅係要龍華國小，喺呢個小朋友認為用入人機來記錄學校嘅重建過程，係我哋學校嘅生活。雖然講呢條畫面唔會係最正嘅，不過會係記到人生度最寶貴嘅記憶。客家新聞地方區南投報道。